大家知唔知道咧？喺50年代啊，當時世界球壇咧最好波係邊支球隊咧？答案咧原來係匈牙利啊！因為當時咧佢哋有匈牙利球王咧普斯卡斯坐鎮啦，咁啊所以1954年嘅世界盃咧佢哋被視為大熱門啊！咁啊最尾個決賽咧就由呢個匈牙利咧對當時嘅西德。其實呢一場賽事咧決賽起碼咧喺初賽出現過㗎啦。咁啊當時咧匈牙利咧係大勝8-3啊！到決賽再打嘅時候咧，一般都認為意思執啦嚇，匈牙利應該都實食冇黐牙㗎啦嚇，咁啊但係竟然間咧爆一個冷門喎，3-2係西德贏波啊！咁啊有時踢波就係咁㗎啦嚇，冇話必勝嘅。咁但係匈牙利都幾慘情啊，因為自此之後咧，佢哋就可以用一蹶不振嚟形容啦。咁佢哋從來咧都冇得過世界盃嘅冠軍。咁啊相反咧係西德啊或者其實德國啦，亦都攞咗好幾次嘅冠軍嚇。但係呢一個歷史嘅紀錄咧，亦都可以話係第一支球隊咧喺同一屆嘅世界盃喺初賽同埋決賽嘅對決。咁但係咧初賽贏嗰隊咧，原來笑唔到最後啊，笑到最後嗰隊咧就係初賽輸波嘅西德。